今日想同大家介紹嘅係我哋一個獨立屋嘅項目。呢個單位咧就背山面海，其實個地理位置咧同埋屋外景觀咧都非常出色，所以喺整體咧成個設計嘅方向咧，我哋都好清晰嘅。我哋想要簡單、舒適同埋明亮，同埋有一個溫暖嘅感覺。所以我哋第一個諗法咧就係想點樣盡可能將屋外嘅環境啦帶入屋裏邊。我哋都係設計方面咧拆除咗大部分嘅間隔，令到一入屋咧就可以望到一個好長啦、好通透嘅客廳空間。咁門口嘅位置咧有 bench 位啊，同時間亦都係室外去到室內之間一個過渡嘅緩衝區。咁獨立屋自然會有條樓梯啦。咁個樓梯個 step 上面咧，我哋鋪翻比較簡約少少嘅木紋磚喺上面啦。咁同時間喺個樓梯個 step 咧下面，我哋加少燈光嘅效果啦，咁營造咗一個懸浮嘅感覺。我哋都有少少唔同嘅特點位置咧，加咗喺個樓梯沿路嘅空間度啦。咁個玻璃磚咧頂底我哋都有少少滲光嘅效果啦，同時間就可以令到個玻璃磚可以更加凸顯佢嘅 texture 出嚟。書房嗰一肋櫃咧，其實佢本身係個反床嚟嘅。個有 guest 要 stay over 嘅時候咧，我哋會將個反床反翻落嚟啦，俾客人日常可以休憩嘅時間使用啦。主人房嘅空間，我哋用一個長布嘅形式啦去處理啦。咁即使我哋拉咗窗簾之後咧，其實我都仲可以感覺到室外嘅藍天嘅感覺。我又想屋企嘅設計咧，盡可能簡單啲，減少咗一啲冇必要嘅框啊或者線條喺度，咁嚟提升一個極致嘅通透感啦。